哥喝的时候，给他喝一排，放在那边。哎呦，奶茶王是不是？就开始，就开始，给奶茶王喝就对了哦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们来赶快看一下。哇，有没有？一日店长，我们今天老要萧敬腾。我以前很想开很多店，但是那些店真的，我真的没有想要让他为我赚到什么钱，就真的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，无论是我以前学生时期的朋友也好，或者是长大的朋友也好，或者是我的家人也好，就是时不时的都会问我有没有工作给他们做，或者是有没有可不可以来公司上班或者什么。但是你知道，我工作的时候是很公私分明的，那我怕只有跟我很亲的人，他们没办法这样公私分明的，所以很多时候我无法直接帮助到他们。所以我就想说，如果我有一些跟我主业无关的产业的时候，我可以让他们有工作的机会，或者是用很低的门槛让他们成为他们自己的老板，然后这是我的想法，所以就会有现在的 AT 这样子。我以前是老师是说我不能开餐饮的，对，就是不能当老板吗？还是说什么？我也搞不清楚，忘记了。反正不能开火锅店，不能开餐饮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也其实很小时候就想开面店，想开火锅店，对，但是就一直卡着嘛。老师在转工有在听很多店开了。我听了，我就是因为听了，所以很晚才开，不然我早就开了。不要挂你的名字。对之类的，就是股东就是吗？是这个意思。负责人。其实 JJ 很喜欢吃甜点的，所以你给他甜的呢，你就可以看到他的酒窝越来越深，他就笑得很开心。因为我永远记得 JJ 第一次喝我奶盖的表情，他喝下去这样。这样讲不出啊，他讲不出啊，这样。周董也是奶茶王啊，他一直我给哥喝的时候，给他喝一排放在那边。哎呦，奶茶王是不是？就开始，就开始，给奶茶王喝就对了哦，这样子。他就是不善于说一些甜言蜜语的哥哥，对。但是我知道他内心已经怎么会的？这个老弟弟，这个小弟。